觉得哎呀以前多好多好多好，现在不好不好不好，所以那时候或许自己考验自己，所以刚开始一个礼拜大概3、4天，跟点来师、跟讲师、跟浅显大家去找人来导入，这样慢慢的就剩下这到初一、15限购的时候，来到20。那再过一阵子呢，法会的时候才到一下，还不是2天都待着，到一下，露个脸，很关心法会，这个也叫修谈道。结果慢慢的或许都很少接近道场，那没有接近道场，结果就上天紧紧后续了，接着后续发生一场车祸，让后续了解到，我们每个人虽然有愿力，但是业力大多了，然后我们每个人虽然自称是修道的，可是或许觉得我们也是造罪的，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上天赐给我们无形中帮助我们，可能比我们看得到、体悟到的多上千万倍。那我选把这个出车祸的整个经过跟各位先贤做个报告。那一年就回家乡，家乡就在找工作。彰化的地方有一样产业是世界第一，就是自行车业，脚踏车。那脚踏车，那时候我想说，做脚踏车的应该可以赚钱，上班如意，所以我也就去做这个脚踏车的一个协力厂的零件，就做一做，后来也赚了不少钱。那这个就很神奇，你钱赚越多，你在道场上，这个吸引力就越来越少。那实际上就是业力。老实讲，拼命想赚钱，这个就是智慧的财，就是业力。结果在那边投入，最后当然赚了不少钱，结果就发生车祸。那或许觉得这中间车祸当天，或许早上8点公司要上班，结果或许我们乡下都有那种大马路，然后有那种产业道路，那平常或许都不走大马路，或许都走慢慢去产业道路，悠闲。那我们那边有一个拦水坝，大概20公尺，蛮高的。那我们那个路是这样，一个下坡滑下来之后，一个右转，再一个左转，所以连500点都问。那或许摩托车就滑下来，滑下来一转右转，左转的时候，因为这个乡下又是那种叫做排水沟，我们台语叫做圳道，就是那种大排水沟。那大排水沟的上面有这种好像是堤防的道路，小小的，地场都扎得很长，所以根本看不到对面的来车，转过来看，哇，怎么对面那个年轻人摩托车骑这么快？所以或许心里就有个底，这一定撞到，一定撞得到，就是一定撞得到。结果或许还在想，一定撞得到，你那个刹车都已经按了，可是停不下来，一个下坡下就撞到。当然，后学的速度也不快，对方的速度是更快，因为他要上坡，也要加速。结果就这样一撞，那后学就在摩托车撞到，左手边是大排水沟，右手边就有另外比较小的，那跟我们讲说差不多大的这种排水沟，撞下去，怎么样？掉到水沟里去。那掉下去，或许整个人就晕过去了。出车祸的时间是早上8点。那大概或许是8点半左右到医院。那这中间30分钟发生了什么事？同学跟各位前做个阐述。那后学的叔叔早上在家的时候，就8点半的时候看到一个人怎么样？骑着摩趴在摩托车上，被摩托车载到他家。结果后学其实后学被那个一撞之后，整个人是怎样晕过去？那晕过去，不知道多久，应该是没几秒钟，同学突然又醒过来。那醒过来，同学发现站在马路中央，就是出车祸的那个地点马路的中央。然后站在那边，同学就看，哎，眼前
7楼或许怎么回事？那怎么地上到处都是油渍？就是那个油渍啊，跟那个刹车零件，然后右手边一看，哇，水沟里头真可怜，一个年轻人上半身插到水里头去，然后还被摩托车压着，你脚落在水面上，就让跳水一样的倒插。就我们学会看，哇，这个人这么可怜。我一看，摩托车跟落雪骑的一样，然后衣服穿的跟早上落雪出来一样，是什么意思？各位姐姐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不叫连滚出鞘，那叫死翘翘。就是那个你已经快要走，就是可能还没有断气，但是差不多了，快要走了。所以哪天我们在睡觉，早上起来看到自己躺在床上微笑，大概要走了，结果那时候或许自己就突然就看到自己的突然想起来说刚刚出车祸，然后那个内心很清楚的知道说我要离开这个世界，有这种感觉。那这样的感觉起过来之后，或许就觉得说不要回去，现在还不要回去。可是背后的那个原因，倒不是说，哎呀，或许钱还没赚够，房子还没买，不是这样。或许那时候的一个想法是，哎呀，当初回来这样的话，要设多度假，要成全亲戚朋友。所以那时候或许想说，这些事还没做就要回去，就觉得有点可惜，而且好像对不起自己的上友。所以那时候是这样的一个发现。那就这样想的时候，你求道的时候，你是一直领这个地方，那时候是泡在水里，所以根本看不到这个旋风。可是或许很清楚知道我们的灵性从哪边进去，或许在地面上，可是还是感觉得到灵性循环这边进到身体。那进到身体之后非常痛，这个很像针在扎你的手指跟脚掌，很痛。那很痛，或许就很想要处理，因为闷着就快窒息了，所以一直想要把身体撑离开水面。那一出力了，发生一个现象，就好像我们在挤那个那种叫什么沙拉酱，一挤那个灵气就跑出来，那身体就倒下去。所以只好又放弃，又松一口气，灵气都进到身体。所以或许就在那边抓到一个平衡点，就是力量不要冲太大，除了刚刚好卡住，那卡住，我就慢慢的把这个头抬离开水面。当抬离开水面的时候，或许知道一件事，就是或许死不了，或许死不了，活起来。所以这个很重要，因为我们确实活着跟死，他们就是差最后那一口气，那口气有进来就活起来，没有进来就死掉。可是虽然头抬离开水面，但身体很痛，所以整个就晕过去。那接下来就讲8点半的时候，或许叔叔看到一个年轻人趴在摩托车上面，然后骑摩托车骑到他家的前面熄火，然后或许叔叔看过，哎呀，这个不良少女跟人家打架打输，然后他就想要赶快去报警。结果或许的婶婶出来了，婶婶出来了，这个不是隔壁谁的儿子吗？哎呀，然后或许叔叔对哦，赶快送过去到医院。那这中间或许意识片段，第一个意识就是头抬离开水面，第二个意思就是或许感觉好像有个人背过去，然后他突然讲说到了，或许睁开眼睛看到叔叔，可是精神真的很不好，又晕过去了。那下一个画面是在11点，差不多11点半，因为或许不知道详细的时间，大概11点半左右。那或许躺在手术台上，突然醒过来，医生在那边，哎呀，你们再等一下，这是第三个结果或许出车祸的地方是很偏僻、乡下的，来讲就是小间小路，根本不太
那或许摩托车原本是撞坏掉到水沟圈，因为后来去看零件什么全部都在水沟里头，水沟也有大概将近20公尺长的这个血迹啊，因为血流出来，然后两边都通红。可是那摩托车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跑到路面上，然后载着后雪，就载到后雪叔叔家，走了2公里，半小时，就是这8点到8点半中间发生的事故。所以这个到目前为止是无解，可以列入这个传奇记录啊。那我们在想，确实哦，你要修道，那平常在道路，虽然平常我们不觉得是在救人家性命，但实际上我们是在放生，平常就在救人家性命。我们去渡人要不要花自己的牺牲生命呢？所以平常牺牲的生命，其实真的好像有事情的时候，上天也是救了我们一命。所以那时候就觉得，哎呀，这个确实是上天的慈悲。要不然一个这个那时候出车祸，那个伤口就是因为不是很确定，但是可以知道那个伤口是这么大，应该是从这边插进来，这边出去，右手边进来，左手边出去，所以那个伤口是很大的。可是，这么样一个重伤的人，怎么有办法摩托车怎么样？对啊，抬到这个路面上，因为那个水沟差不多这么深，可能1.5公尺，所以我们这边前导有医院的一下可以去外面抬开来，你可以知道说，哦，原来是怎么样的一回事。那或许接下来就到医院去，那医院，医生他就开始在咨询。那听说啊，原本后学这边送到医院就要马上输血，因为失血很多，就是他们在打这个脉搏的时候，2道脉，因为心脏还有体温都慢慢变冷，甚至这个手指尖端有一点窒息，有点变黑变紫，就把那个医生跟护士他们在找血管找不到，结果呢，那个护士说，医生他这边断了一根大的血管，可以从这边出去。就说可以。关键下，后血那时候一撞，我们颈部这边有颈动脉、气管、颈静脉，后血的动脉、气管没有断，就是颈静脉断掉，所以那个是很大的一条血管，跟我们麦克风一样大。那这么大的血管，血就流了很多，结果医生他们找不到血管，直接从这边插管子到心脏急救，这样救。就他在急救的时候，手术台上，因为原本后血一过去，所以他也没有打这个麻醉针什么，就打着而已。那他手术到一半，后血突然醒过来，我醒过来睁大眼睛，那个医生也吓一跳，他说：不行，再等一下，再呼吸一口气就好。他拿那个止血钳，就这样压进去止血。对，后血在床上连叫也叫不出声音，手也被绑着。在那边抽血，这中间又晕过去好几次，就是痛到受不了了，又晕过去。一方面也是内心害怕，或者战战就是怎么会这样，为什么会这样，然后又晕过去。那等到真正手术完毕之后，那个医生退出来啊，那医生在那边就讲说：范先生，你这个你真的是怎么样？那时候他们是讲，你是不是信什么？就是拜什么？很有庇佑。可是那时候结果很大爆，他在讲说，你这个伤口是从这边插进去，从这边出来，那伤口多深呢？从正面可以看到背面的脊椎骨，就是那时候的这边所有的肌肉啊、神经整个都挂断。是医生说，你这个伤口就很奇怪，因为伤口非常深，但是你这边的这个动脉、气管都没有断，就是后面的静脉断了，好像切菜一样，切菜就切下去，上面没断，下面的断，那这个好像不太可能。可是你的伤口又这么深，就是很深，当初就好像是被人家拿刀子把脖子砍掉一样，
这边也可以处理，但是如果说你要马上动手术，要转诊，那如果在他这里观察3天之后才敢动手术来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说，你这个伤口太大又太脏，他说万一没有消毒干净，会怎么样？会败血症，所以不能走。那或许的父亲当天晚上他思考的结果认为说，对，没错，彰化这边北斗这附近的医院怎么样？技术不够，所以啊，转诊。那转诊刚好在大溪有2间，一间是扎基，另外一间是秀传。那或许后来就转到秀传去，秀传有医院。那转进去之后，那个礼拜5晚上，医生就说发现，哇，恭喜啊，你这个伤口好漂亮。为什么？怎么会这样的形容？因为他们外科手术，那外科医师看到那种小伤口，他认为这个怎么样？无伤大雅，这小 case。可是你这伤口大到这么大，哇，那大探索看很漂亮。结果他医生说，你晚上好好休息，做个检查，隔天再帮你动手术。那我们也都认为说隔天就可以动手术了，所以很快乐。那一天就去检查，要检查有哪些验血，然后验 X 光，然后还有电脑断层扫描。结果后血原本这脖子这边就是剩下，大概真的是脊椎骨，因为他在抬上那个X 光的时候是要整个人抬上去，头忘了抬，那个头整个就好像断掉一样。后血觉得说，真的凹下去，然后不能呼吸。马上这个就没有办法施力了，所以可见那时候这个整个都很，然后就折腾那一天晚上就折腾到很晚，大概11、12点，所以也没什么睡，就想说等隔天早上可以动手术。隔天早上一来，哎呀，这个医师很年轻，白老白头的，然后穿牛仔裤，所以当然知道是。应该是实习的医生或者是学生，到医院见习，所以或许父亲也很紧张，还问他医师没有来吗？他说那些很抱歉，那医师是台大来我们这边住诊的医师，台大医院只要是主治医师都是周休2日，所以礼拜6、礼拜天看。那因为这个伤口又很大，所以必须要主治医师签字才可以怎么样？才可以缝合，才可以动手术，所以我们这2天不能动手术。那不能动手术怎么办？医生有交代要换药。那原本同学转诊的时候，那个伤口是拿那个纱布盖着，结果他换药的时候，医生跟他讲这个盖着应该是受伤的，就把这个纱布撕开。可是他没有想到那个伤口是这么大这么深。所以原本或许躺在床上，觉得人生苦短，快要没命了。结果他一撕，或许的那个命就回来了，就整个原本快要断气的人从床上这样，像直挺挺的就这样撑起来就站起来，然后那个医生也吓一跳，按那个几节铃了，然后6、7个人跑过来，再把后血再压下去所以这个垂死一搏，真的是那个力量很大。然后那整个血原本血就积在这边，像气球一样盖着，就它一撕开，或许一出力这血是怎样呢？喷出来。看过霹雳布袋戏吗？那个头被砍掉了，不是血会乱喷，就是那种情形。那个医生、护士他们的那个全身都是红的，见人。然后或许是，也不是紧张，也不是害怕，就是恐来，你好像你的思绪停止了，在那边吃到，就躺在那边，我觉得脑筋还没有想到怎么回事的时候，就觉得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子的话，因为医生他也不确定你这个伤口到底多大，你也不知道，所以或许觉得你要嘛就不要到医院去，如果住了院，什么折磨？都是自作自受，你在那边生也没有人怎么样会去联系你。
学也很在行，所以要混进来说直接咽下去。奇怪的是哦，或许虽然这个食道没有断，但是或许感觉好像到这边了，可是啊，有一股反作用力，咳就咳出来。明明已经吞下去了，可是还是会咳就咳出来，然后吐出来又是血又是药，然后那个护士啊，他才突然好像恍然大悟说啊，我忘了你是这个脖子受伤的病人，我就觉得，所以到医院去了，人家讲说，人如果倒霉的时候，什么运都会来的，尤其是霉运，那时候确实，你觉得说，你怎么可能看到这个伤口盖在这边？确实不知道，或许觉得我们也要体谅这些医护人员，他们一个人要照顾一整个楼层，他怎么知道你是哪个毛病？所以，或许又刚到了，他应该不知道。护士说啊，然后就去拿什么呢？杯子有没有把它磨成粉？他说那你用个会写上一颗这么大颗卡住，应该是比较有。那如果用喝的应该不会，对，或许就一口气就把它咽下去，因为会痛，所以要一口气。那或许觉得已经到胃部了，因为已经连到胃部，可是啊，还是有那种很痒的这种，然后开始咳的又吐出来，就是没有办法吃了。可是那个护士他觉得很可怜，他说医生就有开药要你吃，所以他最后他拿一堆棉花棒，你用粘的粘在那里。对手，你再对手，慢慢靠皮肤吸收也可以，就或许就沾了。那一小瓶塑胶杯呢，白色塑胶杯一小杯不到30cc，或许用沾的，要沾多久呢？一小杯要沾2个小时，这样一小杯，所以等一下下课喝一大口水，辛苦了各位先生。然后或许那时候用沾的棉花，结果那好不容易那一杯快沾完了，护士又进来又摆一杯，他说你这个药效只有2小时，2小时要吃，那吃一次药，结果一杯还没完又摆一杯继续，真的可怜。第一次换药大概礼拜6的早上，都也是8点多，他巡房的时候顺便换药。那接下来还没有到中午，因为看隔壁床他还没有吃饭，所以可见还没到中午，又进来换药，换第二次。第一次换药是塞进去，第二次换药当然是拿出来，可是已经也是有经验跟默契了，所以或许知道很痛，或许会赶快抓那个病床有那种铁栏杆、护栏，赶快抓。哇，那个医生他也等后续抓好之后，才把这个撕开，然后开始换药。那后续的感觉，第二次的换药比第一次痛，第一次痛只要忍住不要呼吸，那还可以。第二次换药，它是把这个东西夹出来，夹出来有的是会粘住，尤其伤口这么深，所以他是看后血的表情，他就这样插下去，然后看后血的表情。如果后血发现后血的表情在那边抽血、抽筋，就表示怎样？插到肉了，放浅一点再夹出来，所以他也不确定到底夹到什么，因为整个都是血，所以他就伸下去看你的表情才夹出来。是啊，那时候确实痛到这个地步。然后啊，等到它前面的表面上很容易讲出来，可是有的是有肉，那有这个肉虽然弄掉了，但是还是有一些肉屑。那有的是整个肉屑就夹出来，夹出来不会痛，因为那个肉就不会痛。这脂肪也不会痛。真正让过血来看是把血管，因为过血里头有一些血管粘着，不知道拉出来就把血管拉出来。或许看到自己的血管被拉出来，看到的时候才会怕。你刚开始不知道它夹到什么，对，等到拉出来，血管被拉出来，所以才会怕。那时候才会。如果我们害怕的时候，是不是会深呼吸，呼吸会加速？就那个血管就会喷血。对啊，那时候同学觉得人命我们讲无常，各位请好手好脚，感谢值得。所以那时候同学真的觉得很痛苦。就好，你看，那是第二次黄鸟礼拜6的第二次，接下来大概2个小时，2个小时、3个小时就来
父亲也很生气啊，他医师没有来，那个医师他讲，他说，哎先生，我们那个医生啊，他是台大医院的，然后他本身是教授，今天刚好碰到9月28号，教师节，他说教师节教授休假一天，不能到手。所以，有些钱，这真的是一种业力。在乡下那种，像不是很设备不是很好，要观察3天，你转诊到什么彰化第一流的医院，还是给你检3天，所以各位亲戚，真正业力的事，大概也是这样。你想要用各种方法去转变，到处求神问卜，转不了。如果可以转，早就转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不要弄的。真正这种事情，只有真正慈善，比得过其他他人。再问再多，你欠更多，那不能解决。然后啊，哎呀，那就到礼拜一啊，结果他在第三天的时候，后学出车祸3第4天，其实没有睡觉，然后精神压力又很大，肉体又很痛。换做各位亲戚，你3天都没睡觉，你看到人家对你微笑，你就认为这个人要害我，就是精神有一点判断错误，有一点神经的。所以那时候或许就有这种现象。那第3天啊，医院他不是说任何时候都在换，但是啊，医院有推车，推车是有推车的，推车上面会放什么？瓶瓶罐罐，然后有刀子、有剪刀、有剪刀、有叉子。然后他们推都很快，那声音就那样，锵锵锵锵锵。后学躺在床上自己会想，啊，有人来换掉，其实刚换过，可是自己就在想，就在换。你用想的就想到身体真的痛起来，然后痛到最后是有的时候自己想到晕过去，痛到真的害怕、恐慌、无助到这种地步，确实。然后一直到那一天的中午，后学自己躺在床上，忽然在想，或者在想，或者突然想起来说，咦，我有吃素，或者这菜，或者那个我有吃素，我也算是个修道人。那时候才，你看你听歌多久，你才想起来，哎呀，我是个修道人。所以各位学姐，不要以为说吃素，然后在道场上接近，就要是要修道。真正修道的是看待生死，碰到事情的时候，那时候你有气节，你有自己，你有地理背景，叫修道。你来佛堂叫修道，看没有修道的来说，你那各位就看不出来。真正修道的是看待什么出问题、出考验的时候，那时候躲得过、撑得过修道。然后或许那时候突然在那边想什么事呢？奇怪，既然是修道，是越修应该越平安下来。为什么？后学一样是修道的，可是别人没碰到，后学碰到了，碰到没关系。居然是这种比生还痛苦，就是即使说真正生病，他也不应该受这种折磨。那时候是真的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因为你连这种吃饭、上厕所都需要别人服务，你哪有能力说去自杀？也没有能力，然后全部给你挂管子啊，身体全部绑着、插管子，你什么东西都不能碰。所以那时候我学觉得说，我是一个修道人，后学不应该受到这么大的痛苦。那时候自己在反省，会在想，啊，这个一定是不是这辈子，就是我过去怎么样曾经造下这种伤天害理乃至天理不容的坏事，所以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果报。那么看到很多亲戚出车祸，摩托车坏了，这个叫消灾了结，那有没有怎样？有的人是住医院，可是也没有什么痛苦，只是住院，身体受点伤。还有的你清清楚楚每个痛苦都感受得很深刻，就觉得这样太残忍。所以那时候自己心里在想，一定是我过去曾经欠了什么。所以那时候或许心里默默许愿，或许立这么样的同学说，如果真的是后学欠你的，那后学在道场上修道办道，
这些有任何一点功能，或许全部回向给你。那时候就这样发愿。然后这样讲的时候，或许突然想起来另外一件事，这件事跟修道有关系，就是或许求过道，然后得了。所以很奇怪，三宝他那时候很值钱。哦，所以各位不要想，真正各位去检问自己，碰到事情的时候，你用的只是三宝，你对三宝真的有信心吗？有，可是用不出来。所以啊，一样，我们现在虽然有，但是真正的有是碰到事情的时候，还有信心。很多钱讲碰到事情，哎呀，手忙脚乱，讲过去根本也不会，那是都是平常的愿力、信心不足，对老师的田力不够肯定。所以啊，在那时候，你先想到的都是其他的事情，你不会先有这种信仰的力量，才真会。那时候才后来想起来说，哎呀，我也求到，我也有用，有得三宝，等一下，后续也要用三宝。哦，那时候才想到要用三宝，结果那个医生啊就来了，因为出了状况。那医生来，他就带他旁边，因为之前只要听到医生、护士过来，就会很紧张，哎，东骂西说。就这一次因为要用三宝，所以哎呀很专心点，耳目手学就不理他。结果那医生在旁边，他的眼神就是那，我想你不准备一下，我要动手术了呢。然后后学就一手去，结果那个医生看后学不理他，他就怎么样，一样把这个纱布撕开，然后开始换药。换完药再赶回去，而且才后续再授权他换药，这样会不会好？有的人说不会，说不会的，等一下下课他授权去打，他打他说，你授权了，我打你看会不会痛？会的，不会痛。魏先生，授权是叫你分清楚什么叫真主的，不是叫你没有感觉当幕后的。这样了解吗？那时候后学首选得意的人，各位请分清。后学首选的时候，那个肉体的这种痛，感受的清清楚楚。那种痛跟之前换药一模一样，后学清楚。可是啊，之前那种痛是拼命出力的，一直出力，有的时候忍到受不了，就是晕过去，要不然就出力出到过度了，然后抽筋。我大概是这样了解。那一次啊，后学不是用后学。放下，放下还是有感觉的。不要以为说，哎呀，我放得下就那种什么都不要追求了，事业也不要做，家庭也不要过，不是这样的。放下只是证明认清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，比例的问题。所以那时候不学收起来，结果感觉虽然自己还被放手术，那种心态的感觉很像不学到那个身体外面看自己被人家放手术，然后看恐怖电影。这么可怕，哦，哎呀，然后换完药，平常他换药，那血多的话4700，就是身体换的血要换掉，那个都提一桶，有的时候要2大桶的血提出去。我那一次换药，血流不到这样一小杯，所以啊，等于没流什么血，所以各位学员这个有很有道理，各位学员有控制体悟，然后。当然不是说喝一下体悟啊，而是说自己要去体悟真假，肉体的感觉，不骗人。然后你换完药之后，医生问后学，而且你不会痛吗？后学在那讲，痛当然是会有，不过我没有区分，这是真的。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全观全观，叫做正窍，啊，后学确确实实体悟到，这个确实是怎么样？这个名师一指点的书生生命从这里，它确实可以解脱我们身体的这种痛苦、烦恼、障碍。但是这个中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各位请自己去体悟啊，这边就不谈了。然后那一天之后，那礼拜一中午之后的换药或许没有手续，确实没有像以前这样痛到晕过去、痛到受不了、痛到怎么样肾。然后接下来就那一天晚上就顺利过去，等礼拜二。礼拜二一大早医生过来，不许的夫妻呢，哎呀，那种想象往下看，做术，不许夫妻看上往下打人。那医生很害怕，他说好好，而且等一下你排
第一位进手术的。其实各位姐姐以后如果有机会，你们一定不要排第一位，因为第一位要在手术房的外面等，因为他要热机啊，跟他等半小时。你在那边你会害怕，听到那个机器的声音，滴滴滴滴，哦，那个很可怕。所以我觉得在那边等，心里真的是很害怕，因为之前动手术你哪有发生过？那个完全不知道。然后那个医生啊，就在候选人耳朵里面说：“那先你听哦，那个声音有没有听到声音？你觉得听到？滴，然后就晕过去了，全身麻醉。然后等到就觉得耳朵这边有声音，哎，又醒过来了。然后醒过来，那个护士就说：那先生，恭喜你哦，手术非常成功。那时候呢，纳闷，早知道这样，天天都来动手术。”那时候不知道原来是全身麻醉，等到后来麻醉要退了，为什么会很痛？因为啊，那个护士跟我讲，他说，而且你这个手术工程很大，候选脖子这边呢，虽然小小的，总共缝了252针，所以是很大的。我没有到清楚，就是头可能撞的那个很大，那也才4、5针而已。所以这个缝200多针真是很大的。护士说怎样？他说你这个因为你当初肌肉的、神经的、血管都撞烂掉了，所以要补回来，他们把后血的皮撑开，然后深的去减肌肉、减血流、减脂肪，减起来补哪里呢？补脖子，所以这样补了252针，所以是工程很大的。补好之后。那个护士啊，跟他讲说：“哎呀，你这个生活你要稍微动一下，免得说将来还要复健。”所以那时候是手术完毕，那个麻药开始在退的时候，候选的全身一直发高烧，大概烧到39度、40度，所以身体很难受，可是还是要稍微动一下。因为他说你现在刚开始动，那个刚好可以把那个人稍微拉好。如果说绷紧了，再来动，就变成复健，就是要让你现在还在好像刚开始很多那种小的手术，让你先拉到左右转两步，那以后就可以再复健。所以那时候还要动。那你想又发烧，麻醉药又退，麻醉药一退，或许才知道很痛，因为之前是只有脖子痛，就麻醉药退了，那个身体已经被管子穿烂了，所以那种感觉好像人家拿那个标枪一样，戳过去的声音。所以你这样动就戳一下，全身都好像在抽血。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在想，哎呀，我是不是少做了什么事？看到候选病床的上面那块在，但是就一般人家闪电灯泡圆形的那一种，挂在上面，同学说啊，这个就是老母灯，同学就爬起来，自己爬起来，手到用线跟老母叩首写了，就明明上帝100叩首，用想，想不到100叩首，同学就睡着了。可见各位姐姐可以去想一下，那时候的体力负荷，大概就是连100叩首怎么样扣过来。各位姐姐，我们早晚有叩首，有没有100叩首扣下？所以恭喜各位姐姐。所以那时候确实100叩首扣过来，精神不济，就睡着了。那睡着了，也不知道睡多久，大概应该是6、7点左右。所以在医院早上大概8点半进手术房，下午1点半才出手术房，在观察室，再到4、5点才出观察室回一般的病房，所以这个时间是很长，大概缝了5个小时，然后到自己病床上睡着，应该是没有睡多久，然后或许就听到有个人他在敲或许的床头，然后说起来起来起来，你起来，或许就站起来。就有一个人长得比较高，壮壮的，有一个人短暂，很像树根，
跟期望笔，拿着，他说你来拿，然后我就下床就走过来，走过来他说带你去一个地方，你要不要去？然后我就说好啊。然后他虽然没有到口号，之后却内心有那种感觉，哎，这是南极的前人。那好像很奇怪，他们说话。那刚开始或许以为说或许灵气变了，后来有点人说不是，是那个仙佛是比较大好，或者是大的真的，所以或许刚开始帮修复这个人，所以仙佛是比较大。那像我说这样或许好，或许就好。那或许在想说，我们一般想说回雨天，雨天应该是在哪边？我们在想应该是在上面，所以或许当然也是。或许施力往下，或许说那应该是比较往上的。结果那些东西呢，窗户在这边，全部是往窗户发出去，那或许就差一点摔倒，就一看哇，已经快4楼外面，或许的地方是4楼，所以先一跨出去就已经到哪里？到那个窗户的外面了。然后或许他很害怕，眼睛就闭起来，闭起来，先锋就开始就飞了。那个速度真的是快，快到怎么样呢？会痛，你的眼睛啊、头发会痛。如果前到起高车起